兩飯真係癲到極點啊！你覺對估無到呢樣，以前俾人後係頹飯嘅嘢，依家竟然嚇到入去砌列果。香港國際機場一盒賣到50蚊起，仲要日日大排長龍，連影地發哥周潤發都俾人影到去排隊買。全香港依家由普通打工仔到身家過億嘅名人，都為咗呢盒松仁恩木而瘋狂。到底呢股熱潮係代表住香港人開始向現實低頭，死要面子，定係一種最貼地嘅靈活重生？今日我同大家由頭到尾解構一下呢個食卷傳承嘅兩醬飯姓係。講起兩醬飯，其實好多老一輩或者以前喺深水埗、油麻地收工嘅打工仔一定無會陌生。以前呢啲叫車仔飯或者京記便當，主要係迷咗基層市民可以用最平嘅價錢填飽個肚。但邊個會估到，去到2020年打後呢幾年，一場世界疫情竟然將兩樣飯推上嗰延續嘅寶座。當時全港堂食大受限制，全港幾百萬打工仔突然之間發現返工冇得堂食，嗌外賣又貴，於是呢啲開到周街都係家門隔走，熱辣辣又有播氣嘅兩飯，就變成咗救命稻草。嗰陣時大家可能以為呢個只係特殊時期嘅權宜之計，等疫情一過，大家高高興興返去酒樓、西餐廳消費，呢啲兩飯鋪頭就會好似歷史泡沫咁樣慢慢消失。但去到2026年嘅今日，疫情一早過埋，兩飯無單止冇消退，反而越換越大，甚至演變成一種極具香港特色嘅新飲食文化。最誇張嘅莫過於最近兩飯正式攻陷咗香港機場。大家想象一下，以前去機場食一康，無論係出境前定入境後，去親的高格茶餐廳或者美式連鎖鋪，求其一個餐都70-80蚊。如果想食好少少，過百蚊絕對係走無率。對於喺機場返工嘅幾萬個打工仔，好似地勤、清潔工、海關、保安，甚至係機組人員嚟講，每日食飯都係一筆好大嘅開支。結果當機場一出現50蚊起跳嘅兩飯，行件事就即刻炸開咗。雖然50蚊喺市區可能可以買到黑暗飯，甚至濕漢飯，揀喺機場呢個消費孤島裏面，50蚊有油有菜，大大盒熱騰騰嘅飯，簡直就係闊心價。每日中午12點到2點，成個機場最熱鬧嘅地方，除咗登機閘口，就肯等係買兩鏡飯個在午。你甚至會見到穿着整齊制服嘅空姐同機師，都一齊排隊喺度諗緊要黑椒薯仔牛柳粒，定係椒鹽蜆油口。呢個畫面真係告晒魔幻。呢個現象亦都話俾大家聽，無論你份工表面上幾咁光顯亮麗，面對每日嘅生活開支，香港人最核心嘅 DNA 始終係講求實際。最令全港市民津津樂道嘅，莫過於有人喺市區嘅兩樣飯名店外面撞到今年已經71歲嘅影帝周潤發發哥。發哥一向以貼地聞名，平時行山發燒友，去開九龍城街市賣人嘅佢，竟然都戴住帽，一身全黑運動服，老老實實咁跟住街坊一齊排隊買兩飯。當時好多街坊見到都大咗，發哥仲好親民咁同大家打招呼。影帝身家過億都要排隊買幾十蚊一盒嘅飯，呢個舉動直接將兩餸飯嘅形象由基層專屬提升到去全港平民美食嘅層次。連身家幾億拿過國際大獎嘅巨星都覺得排隊買兩鏡飯係一件再平常不過，甚至好滋味嘅事。咁一般打工仔仲有咩好救界呢？好多人就開始探討，點解香港人會對兩樣飯入魔入到呢個地步？有人話呢個係代表緊香港經濟轉型，大家賺錢辛苦咗，消費自然要降債。以前食開百幾蚊西餐嘅，依家都要食2萬，係咪代表住香港人使要面子？如果依家仲覺得食兩港飯係冇面子，咁就真係太過食古不話啦。相反，我覺得呢個係香港人最擅長嘅貼地重生。香港人最講求嘅係咩？就係性價比，廣東話叫平、靚、正。兩飯完全中咗呢個核心價值。你試下分析一下兩飯嘅營運邏輯，佢簡直係將香港人嘅效率發揮到極致。你去普通茶餐廳坐低睇餐牌，叫外賣，等屠房炒，再等侍應送埋嚟，起碼要15到20分鐘。但兩飯呢，你行過去
一望眼前面30幾款鹽，指一指那個手起刀落，不夠10秒鐘，一刻熱辣辣，仲甸甸嘅飯已經交到你手上。對於分秒必爭，連食飯時間都要計盡嘅香港打工仔嚟講呢種速度簡直係無可比擬。喺呢個節奏急速嘅城市，時間就係金錢，能更飯無單止幫你慳咗荷包，仲幫你賺回咗寶貴嘅休息時間。而且依家嘅李影飯已興唔係以前嗰啲隔夜或者有蹄馬嘅代飯，依家全港呢軟飯市場競爭大到好似淡國時代咁，每間鋪頭為咗突圍而出，真係各出奇謀。以前有魚雙劇子、咕嚕肉、薯仔、燜雞就當過關，依家你行入去會見到原隻大閘蟹、蒜蓉蒸龍鬚、鮑魚燜花菇，仲有黑椒牛仔骨、清蒸海食班。如果你同20-30年前嘅香港人講話未來可以用50幾蚊食到鮑魚同龍沙做冤嘅便當，人哋一定以為你黐咗線。但依家呢樣嘢真實咁發生緊，這種將高級食材平民化嘅做法，正正體現咗香港人嘅靈活變通。老細們知道大家口袋收緊咗，但又想食好啲，於是就用薄利多銷嘅方式，將高級食材疏入兩缸嘅架子裏面。打工仔用幾十蚊就食到酒樓總廚集數嘅富氣炒菜，大家雙贏，何樂而不為？我哋再睇深一層，兩飯嘅演變歷史，其實就是一部數曉版嘅香港商業鬥法史。當全港有幾百甚至上千間兩間飯鋪頭嘅時候，單憑平已經行無通，於是老闆們開始將 fine dining 嘅概念引入亂型飯，有啲鋪頭專攻高檔海鮮。每日下晝3點就派人去魚市場直接對接，攞最生猛嘅海魚，務求令打工仔收工嗰一刻可以用40-50蚊嘅價錢食到一條喺酒樓起碼賣100幾200蚊嘅清蒸海斑。亦有的鋪頭行健康路線，主打少油少鹽、無味精，甚至推出有機蔬菜同藜麥飯，成功吸引到大批原本好抗拒外賣頹飯的寫字樓上班族。OL 小姐姐，甚至無。依家仲出現咗好多主題式嘅兩缸飯，例如專門做順德菜、客家菜或者潮州滷水嘅兩缸蝦，這種百花齊放嘅現象，正正說明咗領養飯已經有一眾為咗填飽個肚嘅基層恩物，進化成為一眾連挑剔嘅老饕都讚好嘅美食流派。當然，網上面都有好多聲音話兩養飯嘅興起代表住香港餐飲業嘅悲哀，好多傳統茶餐廳、高級食肆，因為頂無順高昂嘅租金同人工，加上市民消費模式改變，一間接一間咁結業，而頂替佢哋位置嘅，往往就係呢啲兩型飯鋪頭。有人擔心，如果全香港得返兩款，咁香港以前美食天堂嘅美譽會就此消失。呢種擔憂無係冇道理。當你見到一啲開咗幾十年、充滿人情味嘅老牌茶餐廳都要無奈結業，邊個都會覺得唏噓。但如果我哋換個角度去睇，咗其實係市場經紀一場殘酷但必然嘅物競天擇。香港嘅租金幾高企，大家心知肚明。一間傳統茶餐廳要租地方幾客座，要請樓面、水吧、廚房、洗碗，每個月的固定開支是一個天文數字。但兩零飯鋪頭呢，佢哋好多都係以外賣為主，鋪面不需要大，甚至開喺的冇咁旺嘅類街，租金壓力相對減輕。佢哋將慳出嚟嘅租金同樓面人工，全部回饋喺食材嘅份量同質素上面。這不是悲哀，而係香港餐飲業喺高租金時代下逼出嚟嘅一種全新生存策略。對於呢個問題，我覺得大家無使太過悲觀。香港之所以叫美食天堂，從來都無係因為我們只有昂貴嘅米芝蓮3星餐廳，而係因為我哋呢個城市包容度極高，由幾千蚊一餐嘅頂級法菜，到幾十蚊一餐嘅街頭小食都可以同時存在，而且大家都做得咁出色。兩飯依家做緊嘅，正正係補足緊最接地氣、最迎合當下大環境需求嘅那一塊拼圖。再者，食兩頓飯絕對無係一味追求便宜。依家好多中產，甚至係住豪宅嘅中產家庭，收工返到屋企附近，都會買兩缸飯去當家到啦。因為香港人生活太忙碌。兩夫妻放工都已經7-8點，如果仲要買翁、煮飯、洗碗，真係會攞命。去兩響飯鋪頭買兩盒山漢廟，莫反去得逗落個靚跌墮。
開支八兆，又係豐富嘅一攤。呢種生活智慧，正正反映出香港人無會俾所謂嘅面子困死。邊樣嘢最方便、最實際、最幫到自己生活，我哋就擁抱邊樣嘢。呢種中產化嘅兩降飯現象，仲引申出一個好有趣嘅社會觀察。以前大家會覺得有錢人同基層市民嘅生活係完全平衡、無交集嘅。基層市民食大排檔，有錢人去高檔私人會所。但依家一間做得出名嘅娘娘飯鋪頭門口，你可以見到揸住幾百萬超甲跑車嘅有錢人，同啱啱收工、成身汗水嘅地盤建築工人一齊並肩排隊。大家喺食物面前人人平等，都在關心緊今日嘅蒸肉餅夠唔夠滑，黑椒牛柳粒夠唔夠入味。呢種奇妙嘅和諧感，打破咗社會階層嘅隔閡，反而成為咗香港依家最美麗、最溫馨嘅一道風景線。我哋亦都要睇到娘娘飯嘅成功，其實背後有一班好努力嘅餐飲從業員。你每日行過嗰啲排長龍嘅靚靚飯鋪，有冇留意到入面啲亞傑、美我翼、速同都好似打鼓咁打？佢哋仲要記得每一個客要乜有，一邊大嗌插燒燒骨酒汁，一邊好有禮貌咁收錢。後廚嘅師傅喺大熱天時頂住幾百度嘅大油鍋，不停咁炒，不停咁出熱菜，確保個盤入面個邊永遠都係最好食嘅轉蟹。呢種拼搏精神，其實同當年創造香港經濟奇蹟嘅獅子山精神根本就係一脈相承。每一盒沉甸甸嘅飯背後，都凝結住呢班勞動階層嘅汗水同智慧。而且連軟飯的熱潮仲帶動咗一連串嘅周邊效應，例如網路上面出現咗好多人數超過10萬甚至20萬嘅兩樣飯關注組、群組，網友們每日不遺餘力咁喺群組裏面分享全港各區兩樣飯鋪頭嘅最新情報。邊間鋪頭的亞謝手軟，不到好似個山咁嬌。邊間鋪頭最近新推出咗創新海益，邊間鋪頭嘅性價比最高。大家喺網絡世界互相交流、互相幫忙，甚至會因為一間鋪頭嘅食物質素好而一齊去爆買支持，又或者因為有白頭坐地起價、份量掃水而集體杯葛。這仲由兩樣飯衍生出嚟嘅強大社群凝聚力，充分體現咗香港人喺網路時代嘅團結同幽默感。所以，與其話兩碗飯盛行係香港人死要面子嘅體現，不如話呢個係全港市民貼地紅山嘅最佳證明。面對時代的變遷、大環境的起伏，香港人從來都不會坐在那裏怨天尤人。我哋呢個城市最厲害嘅地方，就係擁有極強嘅適應力。大環境好、經濟騰飛嘅時候，我哋可以出入高級海鮮酒家，開最貴嘅洋酒，去日本、法國旅行當食生菜，盡情享受物質生活。大環境要大家回歸理性、審慎消費嘅時候，我哋一樣可以轉過身，將一盒50蚊嘅兩樣飯喝出米芝蓮嘅滋味同態度。這不是妥協，而係一種充滿智慧嘅生活美學。年身家過億，今年71歲嘅影帝周潤發發哥都可以着住最普通嘅黑色運動服，抹住對拖鞋，同普通街坊一齊喺街邊排隊買幾十蚊嘅兩扁飯。我哋一般平民百姓又何必俾無謂嘅虛榮心同虛假嘅面子綁死自己？生活係自己嘅，過得舒無舒服、飽無飽、開無開心，只有自己最清楚。兩飯嘅盛行，正正係一場香港人集體放下虛榮，回歸真實生活本一嘅集體覺醒。各位街坊打工仔，下次當你放工疲不可耐，排緊長龍，眼望住前面個暖爐櫃，喺度諗緊今日要試汁排骨定係西蘭花炒鱔油嘅時候，不妨抬頭望下身邊一齊排隊嘅人。大家可能來自無同嘅階層，做緊無同嘅工作，有啲係寫字樓嘅經理，有啲係啱啱落班嘅藍領，有啲係行到攰嘅機場地勤。但喺那一刻，我哋都係普通嘅香港人，都在享受緊同一份屬於咗個城市最實惠也最接地氣嘅平民幸福。生活雖然無容易，大環境雖然是有挑戰，但只要香港人依然保留呢份靈活變通，懂得在逆境中樂趣，並且同甘共苦嘅貼地精神，我哋無論去到邊度，無論面對咩環境，都一定可以去到生存落去，而且獲得精彩嘅方法。那盒兩岸飯，客落到嘅無單止係熱辣辣嘅飯液，
更加係香港人打不死嘅韌力、溫情以及最真實嘅生命力。